以下呢個 for 嘅 statement 睇下做啲咩先啦。for i 咧係0 ，i 細過4 ，i 加加啦。咁由0開始1、2、3即係做4次啦。咁所以 i 咧係0嘅時候咧就會做裏面嗰句 i 咧係1、i 咧係2、i 咧係3都同樣做翻藍色裏面嗰句。好啦，咁當 i 咧係0嘅時候咧，咁究竟裏面 j 會做幾多次咧？就 j 等於1，j 細過3即係1同埋2啦，就會做2次嘅。咁如是者 i 咧係1嘅時候咧，佢 j 都係做2次啦 ，i 咧係2。i 等於3都做2次嘅。咁如果我將呢個數字改變咗佢啦，呢個改做2啦，咁於是咧 i 等於0 ，i 等於1就會做2次嘅。咁我再改變埋 for j 個數字啦。咁如果我哋唔係1去到3，譬如我哋去到5嘅話咧，咁當 i 等於0嘅時候咧，咁個 j 裏面做幾多次咧？就1、2、3、4就會做4次嘅。咁 i 等於1嘅時候咧一樣啦，都會做4次。咁做啲咩咧？都係做呢句 printf 嘅，咁啊將個 ij 印出嚟，咁所以你見到咧紅色呢個咧就係 i 啦，咁而黑色呢個就係 j 啦，咁印出就01、02、03、04、11、12、13、14。咁如果 j 嗰個開頭個數值都係0開始嘅話咧，咁你見得好清楚咧，就會做幾多次咧 ？for i 會做2次，咁而 for j 會做5次，2、5得10。咁呢個 printf 咧結果咧就係做咗10次咁多嘅。5次呢度5次，加埋10次。